全台湾人啥拢唔知影廖添顶身躯有一个迷句咧，伊是西港新杯假斗阵的呢。唔是迷句的，啊，无佫是啥呢？是你的新妇老兄妹。这边哪有可能呢？是你若顾亲目睭看到，这敢要佫会假？老兄妹人咧，你问我用啥呢？不是恁乌卡三公你去找伊，人咧？无找着。要不副警长是真正的啦，阮头路去找，拢找无人啊。若毋是看在放大厅长的份上，我早就甲你扣你7749工啊！要不副警长？好啦，我唔管，新法保证是恁的亲人，连伊都讲老兄妹参聊天顶是共党，安尼绝对无唔对。我共款搁予恁3天的时间款案，交出老兄妹。向志远，赢啦！连放大厅长都无法度保你。阿娘，你想做？阿娘，你想做？阿娘，我大只好，有食药啊，计要记载会掉。我哪会这歹运？只不过带一个顺心妇想要来添丁，添丁啊，添丁，才惹来一个麻烦的廖添丁。哎呦，伊讲爸啊，我是做什么唔对的代志？你说安尼来直咧责罚我？阿娘，你莫想遐济啦，这代志我会处理，袂有代志啦，志远，阿娘，你放心啦，入房间好困，哈。阿怎吼？咁阿娘，回去房间好困，是，不分你的嘞。好，阿娘，不分你。是。我看啊，这乡妹甲廖天兵哦，这是一共党名。那你阁有啥关系？无听着廖天兵就是乡妹的客兄。别做啊！你讲这话，唔该叫人讲公事啊！啊，你生气啥啊你？莫变奇妙。阿娘，听孙讲你今日规工拢无食饭啊，我就叫伊煮一寡咸饭，起来食好无？我心肝安尼乱糟糟，我要哪食会落去？阿娘，你心肝头都放有开咧，袂有代志啦，我无这个福气，替我抱孙啊啦！阿娘，袂啦，你是足有福气的人啊，我实在真后悔，无应该催明珠啊吼，讲到爱生一个后生，传咱蒋家的香炉戏，结果听迄毋人婆仔的嘴，介绍一个兄妹，互你做新妇，加工拜堂，结果拜出后端来。我看咱蒋家吼，会去互兄妹毁毁掉。阿娘，我感觉这个代志是真奇怪咧，兄妹哦，无可能甲廖天丁是共党的啦。也毋过你若有讲吼，伊是互廖添丁甲兄妹拍着伤的啊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，我来保证啦。我嘛是安尼伫咧想，也毋过吼，真奇怪咧，自兄妹入门了后，日本人吼就要来掠廖添丁，确定讲廖添丁是美的难道？结果兄妹啦，再去讲要去买菜，结果到即阵拢也还袂倒转来。我咧想吼，恁阿舅定定去甲伊比高上，无定定伊扣分在心，啊，带廖添丁去甲拍嘛无一定。阿娘，我咧想这个代志哦，拢真拄好的啦。志远是安怎日替乡妹讲好的？一定去食乡妹付仔水。哎呦，那世界上遐拄好的代志啊！别人因兜伊毋去，偏偏要来咱兜。阿娘，明仔载我来找阿舅问一下清楚啦，一定是伊看唔到伊啦。兄妹今日啊，根本就无甲廖天丁做伙啊。你哪遐肯定？刚讲你参照明珠所讲的，那兄妹去游山乱水哦。袂啦，阿娘，我哪会做迄款代志咧？明珠哦，就干那会白讲话尔啦。我想哦，你也袂做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才对啦。是讲，阿娘，你放心啦，等我甲兄妹找转来，
一直拢会清楚，真无代志。上我是安尼。真歹势，这样，过来站住。咪姑走来，你下晡就转来啊啦。咪姑，咪姑，喂，啊，你遐济吼，我来选茶。规工做喺倒去啊？你家己甲我放鸟，好佳哉我捡我也转来食咧，啊无我真找无你啊。好啦，安全就好啦。我跟你讲，只个甲讲，乡妹才走倒去啊。安啦，放心啦，我来食啊。安啦，咪姑，哈，听你这口气，敢知影乡妹伫倒位吼？你怎知影乡妹伫倒位？就紧甲我讲。对，我毋知啦。咪姑啊，代志大条，你知无？即摆日本警察认为乡妹是甲咱共党，叫志愿3工内一定要甲乡妹交出来，无因恐吓就惨啊！你真是知影乡妹伫倒位，紧带我来去找伊。对，啊你即摆讲的意思是讲，甲乡妹交日本警察，我因恐吓规家伙啊？姑，对，啊你若听你讲话啦，你毋通袂记，咱穿同样裤的呢。你到底甲乡妹藏喺倒？我甲你讲，你毋通害恐吓，规家伙拢日本警察抓去。你若真是关心乡妹，就紧去带出来，甲伊代志吼讲个清楚，我咪会当解决问题啊！对，乡妹啊，遐济吼。咪姑，啊你想哪甲乡妹藏喺遮？对，毋是讲我无甲你讲啦，迄若毋是今仔日啦，迄天公伯保庇啊，拄拄啊好，好我遐骑兵拄着乡妹啊，乡妹走跳岗自杀啦。你是关心什么代志？这要怪啊，我讲迄地方生惯啦，好了乡妹过工，有遐乡妹，对乡妹卡来手来，你甲乡妹走头无路，伊甲走跳岗死啦。这就是啊，我是安那买乡妹啊，等于抢家原因啦。我想，是条个恶子。那安尼，咱是要安怎哈？乡妹，但是咱先跟咱抢家。对，你即摆是读歹个啥？乡妹，尼姑啊，若是乡妹哦，是已经嫁人别人个安尼，啊你问伊转去，人会想安怎？嘛互人讲这是啥物款查某？你若关心伊介意，就毋通破坏伊的名誉啊！母啊！姑啊，乡妹阵也无当去抢家，无当去甲代志讲个清楚。日本警察更加认为讲，伊甲咱是共党的。到时阵，乡妹甲抢家，拢会受到咱拖累啦。对啦，尼姑啊，这一切都爱听天顶的话，安尼就无毋对啊啦。啊，不过母啊，好啦，对，啊，无我听你的啦。是讲，咱送乡妹转去进前，先来去找一个人，是，保证大刑，电话审判，找你要创啥啦？就请一个安，问伊食饱未？对，这电话一定要请一个粗巴粗巴。哎，到厝啊！啊，实在好佳哉，敢若想到头壳回命，这吼都是我的祖先祖公祖妈有保庇。你会用你转去啊，啊，毋过夜晚估计上交代阮来保护你啊。到厝啊，无啥物问题啦，放心啦。啊万不离条添顶过来。啊，过来是安那？伊敢？我甲你讲，迄是讲会知影，我大困起来，还佫茫茫伫的。若即阵撞着我吼，我敢若甲挑啦，叫伊伫涂骹白啦，叫伊叫阿爸。真的哦。嗯。这个
保证毋是做假的啦。放心，等去，啊！好啦，我是来走啊。好啦，多谢啊！哎，这死查某鬼啊！这头壳弄一空，这摆若顾我撞着，我就甲收你一个整坏坏。杨老鬼！你是姚兰花啊？台湾第一名廖添丁。哎呦，你难我，名声透放假，下港透虎城。你是要创啥啦？你是要创？我这样来，啊！今日来是专工要来问你有食饱无？安怎？我这来人啊！阮大咧问你食饱无？你是不要应笑？面我怪，叫你面我怪，你是无听上？对，我敢若有听唔对呢。我拄你唔是讲要踢到阮大啊，做到袂？叫阿爸。无啦。如果有间小可代志，互你处理一下就用。哎呀，慢车！哎呦，大汉，你拄则听打过来。我唔是讲你大做狗袂，我是讲我家己做狗，我袂互你看你有成无？安尼啦，吼，安尼变。安尼有成，你别看。哎呦，大汉！你唔是讲要甲阮大踢到做到袂？叫阿爸，换你叫阿爸。阿爸，干大声的呀！哎呦，好啦，阿爸，安尼会用哩袂？会用的，阮大无你后壁囝。哎呦，我就伫叫阿爸，你搁伫叫阿爸，安尼会听呢？嘿，廖添丁，廖大汉，免生气，你廖阿爸。哎呦，我安尼饱到醉啊啦，莫搁安尼啦，好无？哎，头拄仔是食四手啊尔呢。正长了还袂出来，你就发饱到醉啊少？哎呦，不啦，我即摆长伫咧减肥，安尼都有够啊，正拄啊好，你找着人啊，我专门来替人减肥的。哎呀，拜托啦，莫安尼，我甲你无冤无仇啦，安尼会了，莫安尼啦，好无？无冤无仇，你咧欺负乡妹的时阵啊，就敢当咧食饭咧，你就买落去。乡妹甲恁有熟啥？现在若安尼讲起来，上袂食是甲恁是共党的。共党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全台湾只要互欺负的善良百姓，甲阮拢是共党的啦。像你这种情生哦，阮随时拢去找修理，请来相爸。我问你咧，是安怎你甲你日本人讲，你的头是阮甲乡妹甲你拍的？不，迄是别人伫后边乱讲的。不，迄是凊彩讲啊啦。这种代志用凊彩讲是？你是当做乡妹好欺负？哎呦，莫安尼，我老实讲啦，我的头壳都是乡妹甲我拍着伤。但是你对乡妹骹来手来，伊会甲你头拍到安尼是？真毋讲你想要对乡妹安怎，我就应该甲你拍到做到袂，乡妹嘛袂遐惨。伊讲正是你，哪里你？我这来因。唔敢！哎呦，廖大哥，你真正，廖阿爸，你看有啥物办法？无论是做鱼做马，我绝对无怨言啊！干嘛呢？我若骗你哦，我会夭寿啦。真好。安尼我问你，乡妹，你才加工，你个创得到？去两个！是，好紧的啊！是啦。你莫开我啦！我袂用你死，我无想要死啦。放心啦，我袂遐紧就互你死。我是要叫你甲假抓出来，你想要走倒去？你是唔讲借胆啥？想要选？无啦，我将迄个家哦，寄伫食堂遐啦。食堂？啊，你家早唔用家呀？别，你放心，我老实甲你讲，食堂迄个头家是我的朋友，我有交代过咧。家不但袂用你甲你六家咧家母一支，
这边你甲我叮当，我有讲过哦。哈哈，啊食堂有3间半暝咧开咧食，啊！你是甲我甲阮阿大当作推仔面上？你哎刘新乱，哎呦，拜托你啦，莫安尼啦。你甲我听好清楚，明仔载早起7点之前，家抱去强开门口，到时阵我转来无看到家，我就甲你剥皮地草卷。还阁有，去甲迄个日本人讲，讲你的头受伤，甲乡妹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有听无？有啦，有听啦。美国，行。大，这简单你要走，我气啊袂消呢。一箍，留下慢慢仔个领地啦。等你甲乡妹的代志解决了后，咱就过来找伊。阮大交代你做代志啊，你来办啊好势，啊若无我逐工来找你，办到请你。办到。这就个大只，要这代志啊，我走，你要这走来哈。你看我真正见抬落。这就个大只，要这代志啊，我走，你要这走来哈。你看我真正见抬落。我会死啊！我会死啊！我不知道你是安怎啦？你能不能见真正见抬出来甲倒落？我甲你千交代万交代，讲我这只鸡，一间鸡门都袂用你甲倒，你莫鸡头甲倒落。我袂抬你，我袂抬你，你又袂，我袂抬你啦！这唔是你的鸡啦，唔是你的鸡了。唔是我，我无抬你的鸡啊！你唔早讲，安尼互我行到了手。我就要早讲，你都，我迄只鸡呢？不要来。这鸡啊，伫倒？不正常啊！我刚开始无睇你嘅鸡哦，也唔过，唔过安怎？唔过安怎讲啊？我讲，你莫生气啦，你莫生气。我昨嘛，我就伫头前咧无闲啊，我个死囡仔后头咧甲你只鸡咧耍啦。结果安怎？鸡无看伊啊，毋知走去倒啊？鸡无看！我背无看啦！我真来我个死人我嘛甲拍工呢，我嘛走去外口四个咧找，找几包久哦，都拢找无啦。我有你害死，我有你害死，我有你害死啊！我陪你一只，我陪你一只啦。你陪我一只，我唔甲你讲过，我迄只鸡哦，无两个鸡都无共款。你知影唔知影？哎呦，拜托你啦，你嘛较拜托咧，保证第二。你逐只鸡敢拢生做共款啦，我都陪你一只共款就好啊。好啦，我去你来啦。好啦，我来听。表兄，他明天安尼就要警察引走，敢会有危险啊？袂啦，阮大个吼是课顶的日本，无代志啦。时间拢差不多到了，你毋是牛公仔袂来，大个。天兄，你无代志吼？遐警察咧？遐警察啦，我拢先去休困啦，无代志啦。小妹，我无甲你讲，阮大个无代志。对啦，大个，你情绪到即马袂来呢，你想赶走？我去掉！哎呦，我来呀，到你啊！鸡伫遮啦。小妹，
唔是这只啦。啊，啥？你听我讲一个啦，鸡是这只无唔对啦。我囝伫食堂遐尼济工哦，无人照顾，散去啦。人伫讲哦，乌烟困一暝大一寸，囡仔就会大。莫讲甲这只鸡抽管散去的啦，哈。你无敢骗啦？无啦。怎么？我甲你讲啦。啊是讲这只鸡哦，干那向未看有尔啦。但阮大姊哦，遐尼济岁啊，啊目睭拢火去啊，伊看无啦，看无啦。好啦，这件代志就帮你算了。哦，多谢。等下，你有啥物代志啦？去找那本啦，就是迄个青面了解，找恁姐面前当面去讲清楚。讲兄妹，甲阮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有听无？安怎啊？啊，袂食饱是吧？我食饱。安怎？佮徛遐创啥？哦，我来去吼。阿爸，我来去哈。是奇怪，现金都毋伫厝，一定知影兄妹伫倒位。看你是安怎？无啊，安尼无代志。翁仔某吼，床头拍，床尾和，人伫咧讲家和万事兴，安尼毋才会当替咱庄家吼传宗接代。我知影。妈妈，兄妹，你这死查某啊！你也敢死转来？妈妈，是的啦，是的。好啦，你免磕头啦，磕头嘛无路用啦。你这死查某囡仔，你搁是安尼磕头陪做的，就要来接信。领主啊，你也真奇怪呢，我咧现在体会到。你遮哩奇怪咧，是安怎你伫替兄妹讲好话？你食你的喙哪是？你拍某是猪狗牛，你敢不听话？哟，明珠啊，你就是爱安尼啦，草命人加工啦，啊，害我今仔日吼才无笋通抱啦。兄妹的代志吼，我会处理啦，你啥物边仔较无望啦？阿娘，兄妹离家出走真袂一日哦，一定有什么委屈的代志啦。你著先听伊讲看卖啊，才来发生着袂歹啊，阿娘，兄妹是你家己拣的孙新妇呢，伊是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你会敢讲无毋对啦？你著先听看妹安怎讲，好无？阿娘，好啦，看伊要编什么故事。宝姐，嗨，你拄则讲的话拢是真的？是啦，拢是啦。我说不跟你，我无骗你啦。安尼你怎拢咧甲装笑的？哈？伊阿妈可是啥？我昨是互聊天店拍甲挡我去，唔才会讲唔对话。是你把谁？阿妈可是啥？先发头掠你的家工，用家工威胁你，对你砍来手来。所以我有干啊，讲伊的头壳，伊当时我就是讲舅公我怕死啊，所以我毋知毋敢转来。你无骗我，啊？兄妹毋敢啦，这是真的啦妈。志远，你叫你阿舅来对质。是阿娘。啊，毋过兄妹即摆，就互伊跪在遮，甲你阿舅来为证。讲恁两个人无关系，鬼才会相信。这只鸡，都毋是甲你拜堂迄只鸡啊！
嘿，这只鸡都毋是甲你拜堂迄只鸡啊？哈？阿娘，你哪会知影这只鸡公毋是拜堂迄只哈？伫咧拜堂的前一天，我就用这个金箍吼，甲箍伫伊的骹里，代表讲吼是我未来的金孙。阿娘，你足厉害呢！无管咱强家互你画家吼，一直拢遐尼旺啦。甲当你才知，我20岁就上馆，志愿迄个时阵哦，还咧食奶，我就爱牵这个鸡，无两步七啦，要哪会用？是，明珠以后啊，一定向阿娘好好学啦。这死查某鬼啊！也敢伫我的面头前将三改五，你要找死人？啊好，交我摕来。阿豪，你是咧拍梦了？老太太，拍较大个咧。阿豪，这冲啥？阿娘，啥物拍凶妹咧？啊无是安怎？阿娘咧拍这白踢步，你心肝疼，毋甘心？你好啊啦，明珠，你点点啦。我叫你讲吼，去叫阿姑来，哪会出紧就来？我行行看就看着因啊。阿姊，阿姑，啊哪会连盐仔骨这上请来？志远，你安尼做就对啊啦。要要去市场，你当甲乡妹掠转去啊？明珠，安怎？我也无讲毋对劲，你是歹啥哈？明珠啊，你较点就好。好，你拢搞掂去。我是要来查案，毋是要来听恁冤家。保证，嘿，你讲话安尼颠颠倒倒，你确定毋是廖天丁甲老兄妹甲你拍着伤的？这阿姑啊，你都要老实讲，毋通去害着兄妹呢。阮大狗尾你做代志啊，你来办好势。啊，若无我逐工来找你，办到请你。盐仔骨先生，真实的啦，我确实是看电视剧，兄妹无甲廖天丁做伙啦。新华，啊？过来，哦，阿姊，阿姊，我问你咧，兄妹讲吼，你偷掠伊的鸡，用鸡威胁伊，啊，甲伊骹来手来，有无？阿姊啊，伫遐尼济人面头前，你是要叫我安怎讲啦？你就实实啊讲就好嘛。是安尼啦。我本来是讲要甲兄妹创治，啊，哪会知影讲？哎呀，阿姊，好，恁的家内事，较等下再去处理。啊，保证。嗨，你拄则讲老兄妹甲廖天丁无关系，我真怀疑。我认为廖天丁甲老兄妹绝对有密切的关系。这盐仔骨是啥？警员，甲人押走。不会，盐仔骨是啥？孙仔，盐仔骨是啥？盐仔骨是啥？都已经讲得足清楚，兄妹，强生，这件代志我有真大疑问，我一定要甲带倒转去，详细问我清楚。盐仔骨是啥？我不准你阮兜带人头人走，养了无？养了无是要安怎？是毋是要甲洪大厅长遐斗？洪大厅长下命令，为着要抓着廖天丁，让你不得手段，欲亲不认。强生，你虽然是洪大厅长的特别医生，也是伊好朋友，也毋过你毋通忘，你是台湾人，大日本帝国绝对袂因为着你改变任何代志。行。你盐仔骨是啥？你互我拜托一下好无？哎呀，千万别安尼掠兄妹去啦！无，我爱死啦！大家你是要创啥？盐仔骨是啥？有影啦，兄妹是冤枉的啦！盐仔骨是啥？我甲你跪好无啦？你这个保证是糟糕乱死人，我无报告洪大厅长，甲你开除就袂歹。以后搁敢孝顺，叫我放走老兄妹，闪开！盐仔骨是啥？拜托你放闪啊！盐仔骨是啥？好，你们这盐仔骨是啥？盐仔骨是啥？阿娘，你看啦，气氛拢会拢毋是款，为着这兄妹，安尼
你拼命，算什么哈？我看过去算什么吼？迄乡妹吼，海等于好啊啦。大你咧讲啥啦？我心肝都烦到要死啊！啊，你讲遐有诶无诶？你甲我点点好无？哎呀，我一声我死啊！我一声我闷死啊啦！哎呦，你早都死咧啦！你这个死囡仔，害到阮乡家安尼家家不宁，凄惨落魄。我哪有你这个小囡仔？你甲我出来！出！哎呀，阿姊，哎呀，阿姊啊！哎呦，你心我袂你啊，李雄啊！自从阿爷死了后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咧，啊！你千万袂你见死不救啊！啊，若无咱丢到，你会长幸福咧，绝症咧，阿姊，哎呀，阿姊。我啊，啊，坐来啦，我让你行来行去。哦，大爷啊，我吼目睭袂一直翘呢，感觉吼，敢有啥歹代志要发生呢？袂啦，你想多啦。大爷你唔知影啦，我自从吼甲兄妹熟悉了后，阮两个心吼敢若相通的呢。唔对啦，我真正感觉吼兄妹敢若有啥唔对的代志要发生呢，大爷。你放心啦，若只是兄妹哦，有啥物代志发生哦，去阮厝人来通知咱，你就安心在遐坐等。啊，袂用啦，下句袂记要啥，我出讲啦。美国，美国，小等。大爷，红饭店吼，就麻烦啦。我真是想讲，免叫我啦！若毋是吼阿爸死的时交代，我才不爱吵。阿姊啊，啉茶啦。你早若遮乖吼，就会出遮大代志。你啊，这只假来伫咧骗，你就是我唔知啊。迄只鸡是我的金孙，你知？你爱甲我找的，一去家门就袂敢甲拍家人。啊，带倒来遮，也若无，你的厝我就给收倒，互你无地段。是啦，阿姊。你是互无情啊尔，我甲你警告几人，唔通甲兄妹高高比高心，啊你拢无咧听。打好啊，兄妹去互日本仔掠去啊，歹受伤啦。你看，我都知影出代志啊啦。啥啦？啥？好，到底是咧创啥？阿姊，一定是聊天，聊天，聊天，伊安怎？你就是侥幸失德的代志做了伤济啦。难怪吼，兄妹离婚了后，全代志了。阿姊，你即摆毋是麻烦的时阵，你应该甲我斗相共，啊，若无伊就会安怎？办到巧啊！办倒哦。介好啊！啊，我也无咧才调办倒请你。这兄妹去日本人掠去，你搁叫我莫遐讲，我要来找伊啦。但是还未问清楚，你安尼愈舞会愈大条，你知无啦？看我讲，莫等咱找到志愿才来讲。大爷，那志愿根本就毋是卡啦！你大概讲哦，伊若有对兄妹就无代志，等即摆咧，若要靠伊哦，真正一工请几个跳就单咧，稳死的啦！姑啊，我知影你心内着急啦，但是真紧的弄破我啦。大爷，看我讲，
咱来先找着志远，再来计划这一切代志啦。讲了听到坚持要甲聊天顶抓着，才会放向袂转来。我是要安怎甲安尼讲呢？安尼若知影，伊的老镜头一定会举起来。还有，我是要安怎对聊天顶交代呢？较水意。这毋是志远的房间，那人哪无在？这死志愿吼，心肝来吼，斗兄妹啦！我这兄妹吼，根本就是来甲阮强甲带衰的。上好即届吼，互迄个日本佬拍好死啦！你这查某啊！你这查某心肝哪会用啊？太太，我即摆是对对是你啊？你别来酒叉面！什么人呢？哪伫我房间啦？在你房间？啊哪呢？你是志愿牵手啥？啊，你要我哪知？我今日来这找伊的啦。啊你哪个？唔知影？你做人牵手，做人唔知影？你做假笑？哎呦！凊彩问问，你真正甲我应啊？你甲我面骨当成笑笑？你是咪姑？嘿哪哪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后白讲吼，我就好。我，对，起来，我讲哦，袂使白讲哦，要赔了你我。我你，你是咪姑？咱的另外迄人毋就是廖天丁？是我。阿爹，我来叫你哈。我等你真久，手拿起来。你要伫的锁匙伫遮啦，廖天顶。我早就知影你甲老兄妹是共党，我嘛知影你一定会来救伊。你阿妈可是啥？伊毋是。兄妹，这个声音哪安尼熟悉，敢若伫倒位捌听过。面我过来，叫你面我过来，你是讲请着心？国民党退落，国民党退落，把狗！伫咧我严啊屈指的枪下，无应用好，有死人。干嘛呢？兄妹，你要紧？哦，恁唔若是共党，抑阁是亲戚。走，先放过来。什么样的？你要了解，阮大庆下，也无英勇好汉，
敢若死人尔！你是啥物人？你头前这个聊天顶是分身，真正的本尊是你后壁。你大概啰嗦了，蒙八鬼，做袂到。生命了解，我看你改名叫明仔车顺顺，说实话。 说实话。 你说，先去向妹绑，进来。你这是七月半来死我！一本武术，只有真中，唔知什么好做事。你过，行。行。当叮当的是恁。 恁头一即摆伫我手头，上甲叮当，伊就无命。你免抓我，抓你开枪！开枪啊！恁头做着出什么意外？你上甲有证？开枪啊！枪！开枪啊！白卡路！枪袂！开枪啊！不是啥，真歹势，因也是听我的。 行，开枪啊！行，叫你开枪你就莫叫大声，行，开枪啊！行，开枪啊！行，开枪啊！ 刘长，我的手术工具拢伫桌仔顶呢。你我好袂？好。我用这落噻。志远，顶摆你替我学成绩，即摆换我替你学，咱两个算是无小欠。无啦，刘长，你要欠我一粒的。顶摆哦，我是替你天两粒证据。哎，三八亲家啊！啊，你是想要搁调清楚啦？对啦，莫讲这啦，正上重要是，香妹是要安怎呢？ 这个青面了个，伊若无死吼，伊绝对袂安尼就煞。我兄妹若是转去强假，一定真危险啊！我若是转后头厝啊，嘛毋对咧。我看吼，等下恁阿母大遐好啦。对啦，倒来，我嘛是安尼想呢。兄妹吼，若是转去母遐大吼，我就好好甲照顾，对吧？对吧？ 亲家啊，歹势啊，局势吼已经变甲安尼吼，我嘛是无办法啦。刘长，安尼敢好？对吧？哎呀，你看啊，阮队嘛无意见啦。啊，你定咧毋是讲民主民主，即摆互我讲大两票啊，你一票尔，即件代志吼，由你决定啦。大家拢无意见吼。没啊，我有意见啊。